先拿回头来看，哪里个立委为着这件监察院的人事案，早起一透早就伫个议场对立。立法院长游锡堃9:11，伫民进党立委的护卫之下，宣布进行投票。这是引发着国民党立委的怒火，一看到这个投票票柜，就甲杀互倒。哪里个立委爆发着冲突？国民党来指控着立法院长游锡堃昨审查会定序无效。因为民进党的立委陈莹当时咧参加着政论的节目，所妨冒名投票。小 A 小 K 抢票箱，佮甲扣票所在杀个倒。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讲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，立委开始有第一波的冲突。民进党和女性的立委离避顺台进前保护票箱，佮来就发生足一摆的冲突。国民党的立委罗明哲和民进党的立委吴秉瑞相拍。另外一方面，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嘛想要靠近，去民进党立委保护掉的票箱，做一摆和民进党的立委相下。国民党的立委一直卡倒啊，发出声音。游锡堃宣布和立委分区来领票，避免冲突。无党籍的立委林长佐和基进党的立委陈柏惟和国民党做伙投票。这时阵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过来阻挡。议场内底乱，搁来看议场外口，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嘛到民进党团的门口口，做大力落门，因为民进党立委林楚英提走因的扩音箱，后来就甲音箱献予国民党，但是规个下早时，议场内底和外口一片混乱。